咱的新闻。上八天，高速公路过道就北到疫车阵，明仔载开工到强烈大陆冷气团到地，拜二、拜三上介寒。南港北分餐厅那像是有食食中毒案件，30几个人通报，其中20个人是初二食饭了后就身体不爽快。南非反对党的头人访问台湾去予中国制裁，迄阵南非唔但要求咱代表处搬出首都，搁要甲咱攻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初2公视第2台 AM 新闻，我是苏薇。今日是新正初5，是年假的上尾天。这高速公路过道就北的车道真多，尤其是这中部甲新竹的路段特别塞。也若是这天气的方面，今日是又搁降温啊，北部甲东北部拢正凉冷。明仔载这开工到一阵强烈的大陆冷气团到地，拜二、拜三上介寒。这中部以北是有可能会降到8度，大家都要注意。大台北早起乌阴落雨，小假日东北季风报道感受湿凉。拜一开工伫强烈大陆冷气团入南，各地气温下降有感觉。加上华南风雨区东线，各地拢有短暂雨，修正天气一直继续到拜三。中部以北甲东半部地区低温有计来到8至10度，关山有机会落雪。明后2天的话，温度跟水汽有配合的话，在北台湾2500公尺以上，还有中部3000公尺左右以上的高山都有机会出现局部降雪的状况。尤其是在明天一直到周四清晨，北部、东北部可能2000公尺左右的高山，也可能有一些比较零星的一个降雪的部分。国道路况部分，休假日过道了后，有一波北返车流出现。外暗头啊，国际大众系统国三大架甲湾里路段游玩车侪，各个的北返车流也继续，淹过时速已经下单维持伫70公里左右。像在国五到5号下午的部分，在国五北向的头城至平林路段都有车多一个状况。并预计会持续到晚上才会逐渐疏解。离岛交通部分，因为金门机场候补旅客较侪，车三开工日业者也会加开金门往台北一架次搁放大机型，已经开放订票，有需要旅客会当多加利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南港北分餐厅那像是食食中毒的案例已经拿来了侪，目前是已经有32个人通报。之前那像是食食中毒的案件，卫生局统计到今仔日尾暗仔已经有32个人通报。这为了每到初二这3天拢捌去北分餐厅食饭。这初二去食饭了后无爽快的人是上介侪，有20个人。卫生局去调查了后，成立这环境垃圾等等的欠点，要求2月初3进前就要改正，若无就要开罚单。也若是这采检的结果，就要等1礼拜才会出来。若是确认是食食中毒，就会搁罚6万至2亿。高雄公营码头伫咧这年假期间，受大型的鸡龟翁仔只卡蛙伫咧港边，是声真济大人囡仔做伙去看，嘛有袂少生理人趁机会去摆搭。不过，昨暗煞是有大头家认为讲这边仔的搭含伊伤过晚，3个人去冲突。警方点到时期是已经找到人，赶叫去问话。提鸡龟啊，这生理人惊向另外2个人，所来就拍起来啊。代志发生伫这个测试的高雄公营码头，有当地社地电视进入人去 IP 只卡蛙，边仔游客看到，惊一个赶紧闪开。听到他们那边有比较大声的那个讲话的声音，我想说回头看一下，就看到一堆气球在上面飞，然后才发现说，他们那边好像有人在吵架。高流中心讲，涉案这做生理的人拢无证照。也那警方迄天虽然无接到通报，不过也提醒集体冲突已经违法。中岛已经找到涉案的3个人，要求到案说明，依法来办理。双方3人因摆摊距离过近而发生口角纠纷，产生肢体冲突，涉嫌违反刑法伤害罪嫌及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7条第1款家暴行于人者。警方将个初5早起到现场巡逻，那这做生理的人因为打卫生军起冲突，隔年就几天现场有部分摆摊的人卖盗版的商品，民众也呼吁应该支持正版的。支持创作者的一个作品，那如果他有一个正式授权的商品的话，我们会想要买
正版授权的，就是有点算支持他的感觉。人比较少，这叫比开车来回比较不会塞车。想再来看一下他们变得怎样。真侪民众趁早起人较少，赶紧到公园码头来甲吉卡蛙翕相。连续2天的巡河了后，高雄伫正月初5好天路，也予游客使把握电价最后机会，搁再来看一个吉卡蛙。记者综合报道。带大家来看国际消息。南非上大反对党民主联盟的联邦主席梅尔，去年是有来访问咱台湾，不过说回去了后，就去互中国制裁。南非政府今年1月就要求咱驻南非的代表处3月底之前要迁离开因首都。咱的外交部是讲，这南非唔但要求咱的代表处要搬走，搁要甲咱降级改做贸易办事处。这就显示这中国打压咱台湾的力头是哪来哪当。南非媒体第6日报最近报道，南非上大反对党执政联盟成员之一的民主联盟联邦主席梅尔定日访台，和中国宣布制裁梅尔甲伊的家人入境中国香港甲澳门。当时，南非国际关系甲合作部1月时，搁一摆爱咱驻南非代表处3月底进前迁离首都普利托利亚。咱国外交部证实，这摆南非政府除了要求搬走，搁想要将咱国驻处降级，搁改名做贸易办事处，显示中国伫南非打压台湾的行动搁较强硬。外交部长林佳龙于接获外管通报后，第一时间再度召集应变小组，讨论因应方式，并在年假期间与国内外相关同仁随时保持联系。同时也指示亚非司司长贺忠义立即召见南非新任驻台代表，表达我政府严正关切。外交部强调，咱国的立场无变，未接受南非政府单方面毁约，强迫咱国驻处监管会继续伫对等尊严原则之下沟通。搁看南非政府回应决定应用方式，其实去年10月中，南非政府就捌提出安尼要求，迄当时美英至中国甲南非几个政党拢出声挺台。The IFP is concerned by the impact such action will have on the bilateral framework South Africa has enjoyed with Taiwan for the past 26 years. 南非跟北京关系算是蛮密切的，而且也是金砖国家的成员。台湾这样的议题啊，是否是川普政府所非常关切的？愿意为台湾出来？这个抵抗南非的压力，这要有待观察。学者指出，伫美国川普新政府拄上任的时，中国的打压行为无排除有切方向的意思。南非国会机关兼民主联盟的外交事务发言人鲍威尔，佮发文声援台湾，表示民主联盟坚决反对想要将台湾驻处迁离普利托利亚的任何行动。佮强调，南非甲台湾的协议已经延续27年，看不出任何爱改变现状的理由。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美国总统 Trump 在就任10外天就签一大堆行政命令，其中有一条就是2月初4开始要甲中国、墨西哥、加拿大的产品加扣关税。这加拿大甲墨西哥就宣布要甲美国的产品报复扣重税，也若是中国是按算要甲世界贸易组织提起诉讼。Tonight, I am announcing Canada will be responding to the U.S. trade action with 25% tariffs against $155 billion worth of American goods. 川普以阻止非法移民加类鸦片的止痛剂芬太尼无够力为理由，初时开始会对加拿大加墨西哥商品扣25%关税。加国总理杜鲁道初暗时召开记者会，宣布要同步对美国商品，特别是梅亚酒、红酒、波本威士忌，也有青菜水果、服装、体育、家用产品等来扣报复性关税。杜鲁道讲，对伊朗的临时飞机，也有阿富汗战争到卡崔纳飓风、加州的野火这天灾，美国拄着困难的时阵，加拿大拢出来斗3工。若是川普总统要和美国开启这个黄金的年代，上好的做法是甲加拿大来合作，毋是来顶坏加拿大。伊也督促加拿大人买本国产品，热天伫国内度假，大家团结起来，共度难关。I'm sure many of you are anxious, but I want you to know.We are all in this together. 美国上大的贸易伙伴墨西哥总统谢恩鲍姆伫社群平台 X 发表真长的文章，强调墨西哥无意甲北平的邻国来冲突，而是希望合作甲对话。不过也讲已经支持经济部长这篇备案计划，捍卫墨西哥利益。有了的手段包含对美国商品来扣25%报复性的关税。
中国商务部网站车里发出文章，对着美国要对中国商品加扣10%关税这件代志发表意见，讲违反世贸组织的规则，要向世贸组织提出要来拍官司，并且会采取相应反制做法，坚定维护自身的权益。中国、墨西哥甲加拿大是美国前3大贸易伙伴国，加拿大去年就占美国4成以上的进口业。高关税做法实施了后，一定带动物价起价，所以对冲基金早在1月就已经开始追抗美国了。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正月初5开工，真侪人会去庙灵求财运。在台北松山的下海城隍庙，今仔日就办迎财神的仪式，是发2万份的钱物给信众。也若是台中的汉溪妈祖，今仔日要敬谢百会相宽，保庇新的一年百业平安。人量是摆甲看袂到尾啊！伫初5这天，真侪民众拢来到台北松山下海城隍庙来参拜，就要祈求今年开工的好彩头。伫初5这天是传统上的开工日，下海城隍庙嘛依照往例举办接财神的开工仪式。庙方表示，除了准备2万份钱庙，让民众领取，还会使望财神爷的喙手来求财，发财金过香炉顶顶，拢会使互今年的财运是愈来愈旺。台北市长蒋万安嘛伫早起来到这参拜，而且发送福地给民众。那我想今天大年初5，所谓的开工日啊，所以祝福所有的乡亲财源广进。五谷丰收。而伫台中的罗仙宫，嘛伫初5这天，将汉溪马车起乱叫，准备展开开工绕境祈福。逐年正月初5固定的10点起价，是到到暗时啊，到7、8点的啊。回銮按做。庙方表示，以往伫初5这天，会依照往例来举行18庄的绕境，中途经过袂少的百货公司向前百业兴旺。而伫2號這天，就會經過市區6大百貨公司，暗時就回銮到宮的內底，嘛希望為各行各業來帶來好運氣。公視新聞台中台北報道。除了甲新民祈求財運，嘛要提醒大家家己都要警覺，千萬莫去互詐騙去。這大科大學生就研發出一款 App， 號做數位合聲符，是會當判斷這聲音敢是 AI 合成的，而且可會當甲家己的聲音作品點擊做記號，避免互偷摕去用。研發團隊是希望講這項技術半年內會當更較精進，會當甲這詐騙電話假聲音隨掠出來。先來聽這段聲音。Today I'm going to try whether this voice recording page is used. 是真人在講話，還是 AI 合成的？這邊就是真人的語音是100%。短幾秒，系統隨會當判斷，會當分辨聲音真的還是假。這套 App 是數位合聲符，是大科大學生對零開始研發的。家人可能有一些通話的經驗，別人問一些模棱兩可的問題，然後希望他去回答，那他們就會很擔心、很焦慮，對對方的身份去產生懷疑。都驚有不法集團偷摕親友的聲音來講騙，畢竟只要講話5秒就會當偷摕，而且定罪。嘛，互大科大的王文雅開始有開發的這個想法。困難度的部分，就可能在因為我之前沒有學過什麼機器學習關於機器學習的東西，然後這是第一次接觸到。研發團隊嘛有伸手加入，難免會遇到困難，但上尾攏解決啦。App 會當支援聲音檔團起嚟含錄音的功能，分析語音是真的還是假的，公開發表的言論，賣當印音訊鋪水印，防止第2擺合成利用。環境太過嘈雜，然後太多的背景音，然後所以它可能就會去影響到在特徵截取的時候，可能會去產生一些數據的影響。分辨語音的準確率有到99%以上，但是環境音的干擾會降低蘋果的正確性。開發團隊目前佫面對另外一項挑戰。現階段遇到的一個挑戰，我們發現我們的整個 demo 其實都是在靜態檔案中處理。即使是即時的錄音，它都是即時錄音完以後產生出一個音訊檔，然後對這個音訊檔做處理，所以它其實還是靜態的。在未來，我們就希望能夠針對這個所謂的stream 的部分，串流的這個部分能夠進行處理。指導老師嘛承認講，要在通話過程隨判斷 ，App 目前佫無法度做到這個部分。學生今嘛在拼半年來突破這點，嘛希望這項工具將來有機會會當降低語音詐騙的發生。記者綜合報道。
过年真侪人会买柑仔代表好吉兆，不过即阵这天气多变化，柑仔是不时受到天气影响，有可能会去互日晒着伤。这工研院就研发出一套预警系统，若是这天气咧起变化的时阵，就会提早7天警告，讲这柑仔有可能会晒着伤，来减少农民的损失。农民专心照顾柑仔，希望会当有好的收成。不过这几年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不时传出柑仔互日头晒着伤，造成柑仔皮以及果子肉着伤，火烧柑造成农民严重损失。有一伤就是你啊大到一个程度来，伊就规个晒伫伤了，遐就无汤啊，还目过就迄就无效去啊。天气什么变化，唔知影，咱拢唔知好要哪提用啊。因为柑橘的果实表面受到太阳的辐射热、温度，甚至是风速，还有湿度等等的影响，而造成它果皮像是被烫伤、灼伤一样的病害。那这样的问题呢，在茂谷柑、椪柑这一类的柑橘类特别容易发生，常常会造成它商品价值的低落，而没有办法贩售。为了降低农民损失，工研院开发出一套警示系统，借由红外线监测来了解柑仔表面的温度，配合气温、湿度，只要系统侦测到柑仔外皮温度过悬，就随通知农民准备日晒的防治。主要就是透过气温、湿度、日照，那我们会推算出一个果实表面温度的模型。那另外，农事所这边也计算出了一个柑橘的日烧阀值。那当果实表面温度现在超过日烧阀值之后，我们就会透过后台的耐推波，然后通知农民说可以开始进行日烧的防治了。工研院表示，透过警示系统，上紧会当伫日晒发生前7天提出警示。目前系统已经伫云林以及台中的柑仔山区进行测试。透过这警示系统，未来希望会当协助农民降低灾害损失。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台湾大学古迹海馆1943年起起来，因为这已经真久啊，搁捌互艺讲是这代代上界摆的建筑。后来，这古迹海馆从列入历史建筑了后，修复超过10年，这阵是正做新的代代工学博物馆，当中是展出真侪机械系书生的作品，咱做伙来看。为台大机械系毕业54年，朱国友不时会登去台大行行。一天，伊甲将台大机械系教授2007年应提的郭景忠教授做伙来找现任系主任，就看到捌上课的旧机械馆变身啊。旧机械馆的教室上起来的话比较温馨啦，因为那工学院那个大楼那个馆那个就是钢骨水泥，没有感觉。旧机械馆变台大工学博物馆，涂骹伫走的太阳能赛车、天顶伫飞的轻航机，演过机械系学生设计甲成果，也佫有数控制60年代的课表、上课的教具、手写论文，哪行哪看，想起较早真侪代志。我觉得这个构想很好了。当时有些人认为说，怎么留一面墙，好像觉得留的太少。作为一个博物馆，当时有点苗条了一点。伫1943年兴建的台北地大时期的旧机械馆，捌因为使用真侪年，学校无剩来的经费通修补，互人批评是台大上歹的建筑物。学生囡仔捌伫遮办几学活动，后来互人指定做历史建筑，修复规划到修复超过10年，经费开几6亿。所以这10年当中，入学的学生对这个空间是没有情感的。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特展，告诉大家说这里重生了，我们要重新在这个空间写下新的生命。翻新了后，变成在历史的博物馆，修典作品无算多。不过台大机械系教授、工学博物馆筹备处馆长吴玉喜讲，期待找到系友的情感，嘛为社会人文的角度，讲出工程研究的故事。用过去所做过的一些很难得的飞机啊、太阳能车这些，可以唤起汽油的一个感情之外，那也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台大机械的一些工程研究发展是走在时代的尖端的状况。工程是因为生活早设计出来，工程不是冷冰冰的代志。台大工学博物馆期待未来会当透过更侪定有的展览，带来超越知识的境界。记者综合报道。这洗身躯了后，规工的疲劳就会当减轻足济。不过洗身躯对流浪的人来讲，算是久久才有一届享受。
所以讲有社福团体就成立这芳芳浴堂，是免费提供4间浴巾啊，予有需要的人有浴使用。而且这嘛有物资会当领，要找头路、看医生、洗厝，嘛会当去遐找人斗相共。亲像朋友共款，亲切就好一门，就是伫台北市万家区镇下下内的香香澡堂，亲像怪圆形看板共款，提供一个清气的空间，免费来洗身躯。4间浴巾传出水声，来遮洗身躯的人有无厝的人、弱势家户、身心障碍者、甲独居的老大人等等，每人有至少20分钟的时间，用无受干扰，好好洗身躯。洗身躯看起来简单，却是社会上不少人在生活中做不到的。我们这边进来之后，出去的人其实不像是露宿者，对，因为他能在我们里面得到关系，然后能够得到一套干净的衣物，对，所以离开的时候那个状态蛮不一样的。1个礼拜来3次，来这边洗的感觉怎么样？洗得很舒服，很快乐，可以说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毛巾什么都帮我准备好啊，真的。很好啦，我讲难一点，我自己的家里都没有那么好。甲其他公家机关只开到下晡4、5点无同，而且营业到暗时8点，互结束一日工作人用强调自身的疲劳，度比生活动力。我们晚上有时候会去夜访，我们会去万华车站去发餐啊，去关心一些早客的近况。那有的时候看到新来的没见过的面孔，我们就会跟他们说这里有澡堂，有空可以来洗澡。开张3年，即马一日来遮人有8、90人，而且除了清洗服务，也有提供领物资，也有就业、医疗加洗澡的资讯甲转介。一家做店员的玉珠姐啊，也捌伫街仔路流浪10多年，所以更较用将心比心。除了洗澡之外，人跟人之间一些温馨的互动问候，然后就是感觉是一个有温度的关怀。流落街头，有时候3餐不继的人，这些都是很大的帮助。为清洗需求出发建立关系，这也正做软性桥梁，互大家更了解甲关注无厝人议题。都亲像大门边文山标语，用洗身躯之名来一场家街路散车浪漫色彩。因虽然无厝，也是伫这都市生活的居民。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北有一阵少年家发现有一寡老大人无愿意出门，想为伫咧这路边是罕得找到会当休困的所在。所以讲，因就推出交往椅的认养活动，或者民众会当来领椅啊，摕转去家己的社区放。毋望安尼一张简单的椅啊，就会当创造友善的空间，用一条椅啊，互时代也有过路人有暂时休喘的所在。在新北市中和路的巷仔内，一间音乐工作室外口有摆2只茶椅啊。这个椅啊有一个趣味的名，就号做交往椅，要提供有需要的时代人、过路人有暂时通坐落来休困，也是开讲的所在。一个椅子，然后一个回收的精神，然后再搭配一个书籍的阅读。那因为我们本身工作室是音乐类的，那或许就可以把整个这样串联在一起，让大家透过他来这张椅子休息的时候，可以欣赏到书籍，那或者是说他就可以让亲朋好友在这个时间来聊天交流，就可以拉近彼此的关系。这个椅仔是台北一间推广废不再生的店家和神的玩下所制作的，因自去年开始推出交往椅的认养活动，为了环保，利用旧棧房来制作交往椅。伊嘛希望认养椅的民众通甲椅仔踩伫咧公共场所，创造愈侪友善的空间。团队表示，已经有认养的交往椅有16只是分布伫咧上北，目前伫咧共享地图顶观拢通看到。因为进前嘛有发现到讲。是大人无介意出门，是因为行真济路，无所在通好休困，会感觉足忝的，所以就无愿意出门。阮是想讲，若是伫社区内底有一个安尼的交往椅，是大人行出来拢会使真简单就找一个所在去坐，安尼伊就会搁较有愿意去出门安尼。和信的员仔长期在做社区活动甲观察，因表示，伫现代的都市规划当中，有的所在较罕有椅仔通互人坐落来休困，也是开讲。伊嘛希望透过交往椅的推广，通互政府看到民间的需求。记者卢尚如、郑准由台北新报报道。明仔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2度到16度。
中部地区11度到17度，南部地区15度到23度，东部地区13度到21度，外岛地区9度到16度。接下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眉。稍等的，请继续收看台湾纪事报，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